多少人啊，為了你這風情萬種的老闆娘慕名而來，都成了馬場一道必逛的景點了。晚上有閃。 行了，大小姐，不，孩子他媽，別生气了，今天晚上就跟他回去吧啊！看在2个女神经病苦苦哀求我的份上，今晚小主我就从了你吧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俩腻不腻歪啊？人家看到还以为怎么回事呢，分开。你是特欠拥抱是不是？特想被抱是不是？来吧。小可爱。可不可以加2个辣椒啊？王老师喜欢吃辣。大姐，我炒了10几年的西红柿炒鸡蛋，有放糖的，放盐的，没听說過是要放辣椒的。尝嘗熟了你。雷閃閃，我從小就開始做飯，你這種只會張嘴吃飯的人就別給我瞎指揮了。你知道你這種行為是什麼嗎？是對我廚藝的蔑視。哎呀，閃閃。 你就別心急了，你就慢慢等着吧啊！那人家不是第一次給王老師做飯嗎？所以很緊張嘛。哎呦，你別緊張了好不好？你那是假賢惠，又不是真賢惠，搞得跟升國旗似的，還莊嚴肅穆。啊，看我這無名英雄當的，簡直堪比活雷鋒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我給你按摩。 小後舒服了，唉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王老師來了，快點收拾一下。哎呀，好香啊！啊，閃閃，你做的菜好香好香，閃閃你太賢惠了。阿姨，你好。 经學校決定，因為違反校規，私自在宿舍使用電器，人與美術系雷閃閃同學警告處分。以前吧，我都見不着他的人，我還能在家裡面看看書、弄弄花什麼的。現在他只要一下班，準點回家，我就得趕在他下班之前趕緊把飯弄好。哎，晚上就跟粘在我身上似的，可煩了，真的可煩了。我現在覺得我特別需要私人空間，特別需要出來透透氣。 哎呀，你不是以前老嫌着煩嗎？現在怎麼了啊？我懂寧可風，是不是每天24小時，他隨時回家都要啪的一下就把你給扔床上，不管你在幹嘛，你在看電視，他啪給你扔床上；你在洗衣服，他啪給你扔床上，就連你。